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，从事物理治疗工作已经超过25个年头了。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严重，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健康危机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台湾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在使用筋膜枪来放松肌肉、缓解酸痛。这原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但是就在最近这几年，我在诊所里看到越来越多的病患因为使用筋膜枪的方式不正确，结果导致轻微中风，甚至颈动脉受损而紧急送医。让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筋膜枪本身并不危险，真正危险的是当你不知道哪些部位绝对不能碰的时候。很多人以为哪里酸痛就按哪里，哪里紧绷就用力敲打，觉得越痛越有效。但事实上，只要30秒，如果你按错了位置，你的大脑可能会因此永久性的缺血。我不是在危言耸听，这是真实发生的医疗案例。在接下来的这段影片里，我会用我25年的临床经验，告诉你到底哪些部位是绝对禁区，不能用筋膜枪去碰触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会教你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肩颈酸痛、腰背不适的问题，而且完全不需要依赖任何机器。让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支影片可能会改变你对身体保健的所有认知，请你务必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分享一套完整的筋膜自我修复方法。这是我花了20多年时间，从上千位病患身上总结出来的经验。请问你现在在哪里收看这支影片呢？在开始之前，欢迎你在留言区告诉我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请随时提出来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资讯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我想先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陈太太，她今年61岁，住在高雄。陈太太是一位非常注重健康的人，平常很爱看养生节目，也很舍得花钱买保健产品。大概在半年前，陈太太开始觉得肩膀和脖子特别酸痛。她想说，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，加上平常做家事、照顾孙子比较劳累的关系。有一天，她看到电视购物在卖筋膜枪，主持人说这个可以放松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肩颈酸痛特别有效。陈太太心动了，就买了一支回家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陈太太觉得很舒服，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她都会拿筋膜枪在脖子和肩膀上按摩个10几分钟。她觉得按完之后，好像比较不痛了，也比较容易入睡。就这样，她每天都这样做，持续了大概3个礼拜。但是到了第4个礼拜，陈太太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症状。她常常觉得头晕，走路的时候会突然失去平衡，有时候早上起床会觉得右手麻麻的，好像没什么力气。一开始她以为是睡觉压到了，没有特别在意。直到有一天早上，陈太太起床之后，突然觉得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几乎站不稳，右手完全使不上力。她的先生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急诊，医师帮她做了核磁共振检查，结果发现她的颈动脉里有一个小血栓，已经造成了轻微的脑部缺血。当医师问她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时，陈太太才想到她每天都在用筋膜枪按摩脖子。医师告诉她，很可能就是因为筋膜枪的震动和压力，造成她颈部动脉内壁受损，进而形成血栓。陈太太后来跟我说，林医师，我只是想让自己睡得好一点，谁知道差一点就醒不过来了。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心里真的很难过，因为像陈太太这样的案例，在我的诊所里，每个月至少会遇到5到7个。
这些人都不是故意要伤害自己，他们只是想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但问题就在于，他们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知识，如何正确的理解和对待自己的身体。现在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筋膜，为什么它这么重要。筋膜用台语来说，就是筋膜用比较白话的方式来形容，它就像是你去市场买肉的时候，看到那层包在肉外面薄薄的白白的膜。或者你可以想象，当你剥橘子的时候，橘子皮和果肉之间那层白色的丝状物，那就很像筋膜。筋膜是一种结缔组织，它包覆在我们全身每一块肌肉、每一个器官的外面。它的功能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肌肉和器官；第二，它把我们全身的组织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的动作可以协调流畅。可以说，筋膜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网路系统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筋膜应该是柔软、有弹性、充满水分的。但是当我们长时间坐着不动、姿势不良、压力太大，或者是身体缺水的时候，筋膜就会开始失去水分，变得前燥、僵硬，甚至会粘在一起。我常常用这个比喻来跟病患解释，想象你穿了一件很合身的衣服，但是有一天这件衣服突然缩水了，变得紧紧的、绷绷的，你穿在身上会觉得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筋膜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当筋膜前燥、僵硬、粘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就会像一件缩水的衣服一样，紧紧地包住你的肌肉，让你觉得全身酸痛、紧绷、不舒服。更重要的是，筋膜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你背部有一个小小的筋膜粘连点，它可能会牵扯到整条筋膜链，从你的脚底一路影响到你的头部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明明是腰痛，但是肩膀和脖子也跟着痛，或者是明明只是脖子紧，但是整个背部都觉得不舒服。我再用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来说明，你可以想象，筋膜就像是网路线，如果网路线在某一个点被打结了，那么整个网路系统的讯号都会受到影响，变得卡卡的，不顺畅。筋膜也是一样，只要有一个地方出问题，全身的筋膜系统都会受到波及。所以，当你觉得肩膀酸、脖子痛、腰背不舒服的时候，这不只是肌肉的问题，更是筋膜网路的问题。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去按摩、敲打疼痛的部位，而不去处理筋膜的根本问题，那么酸痛永远都不会真正好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教各位的，不只是如何避免使用筋膜枪的危险，更重要的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筋膜的问题，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、恢复弹性。很多人来到我的诊所，第一句话就是：林医师，我的肩膀真的好痛，我每天都有在按摩，可是为什么越按越痛？这个问题我听过太多次了。事实上，很多人对于放松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误解，那就是以为越痛就越有效，以为用力按、用力敲，肌肉就会松开。但实际上，当你用太大的力道去按压、敲打你的肌肉时，你的身体会启动一个保护机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当你的大脑感受到疼痛讯号的时候，它会认为你的身体正在受到攻击，所以它会命令你的肌肉收缩、紧绷，来保护你的身体，不要受到更大的伤害。这就好像当有人突然推你一把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你一定会马上缩起身体，绷紧肌肉，对不对？这是人体的本能反应。筋膜和肌肉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你用力去按压它的时候，它不会放松，反而会更加紧绷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人越按越痛，越敲越硬。他们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太虚弱、太敏感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因为他们用错了方法，让身体产生了防御反应。我想告诉各位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疼痛不等于放松，疼痛
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的讯号。当你感到疼痛的时候，代表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，这个方式不对，请停止。但是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，他们会觉得要有效果就一定要痛一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这个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你不是在帮助你的身体，你是在伤害它。我希望各位记住一件事，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敌人，它不会无缘无故地跟你作对。当你觉得酸痛、不舒服的时候，那是因为你的身体在用它的方式告诉你，有些地方需要被照顾，需要被调整。所以我们不应该用暴力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身体，而是应该用温柔、正确的方式去聆听它的声音，去理解它的需求。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这个概念可能会完全改变你对身体的理解。我们的筋膜系统就像是台北捷运一样，是一个完整的相互连接的网路。台北捷运有很多个车站，每一个车站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。如果台北车站塞住了，那么整条路线都会受到影响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筋膜也是一样的，在我们全身上下有3个最重要的筋膜开关，我们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是台北捷运里的3大转运站。如果这3个地方出问题了，那么你全身的筋膜系统都会跟着出问题。第一个重要的开关叫做头颈筋膜，这个区域从你的后脑勺一直延伸到你的肩膀，这里有非常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通过，包括颈动脉、颈静脉，还有支配你上肢活动的神经。如果这个区域的筋膜紧绷粘连了，你就会觉得肩膀酸痛、脖子僵硬，严重的话还会头晕、头痛，甚至手臂发麻。第二个重要的开关叫做胸腰筋膜，这个区域在你的背部中段，从你的胸椎一直到你的腰椎，这是连接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关键部位。很多上班族因未长时间坐着，这个区域的筋膜会变得非常前躁、僵硬。当胸腰筋膜出问题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背部紧绷、呼吸不顺畅，而且很容易腰酸背痛。第3个重要的开关叫做腰间筋膜，这个区域在你的下背部，从腰椎一直到你的臀部，这是支撑你整个身体重量的核心区域。根据统计，80%的慢性下背痛都跟这个区域的筋膜问题有关。当腰间筋膜紧绷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腰部酸痛、臀部紧绷，而且很容易闪到腰。现在让我告诉你，这3个开关是如何相互影响的。我们的身体有一条筋膜链，从你的头部、脖子一路连接到你的肩膀、背部、腰部、臀部，最后到你的腿部和脚底。这就像是一条完整的链条。如果其中一个环节卡住了，整条链条都会受到影响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你的腰间筋膜紧绷了，它会往上牵，扯到你的胸腰筋膜，然后胸腰筋膜又会影响到你的头颈筋膜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很多人明明是腰部有问题，但是他的脖子和肩膀也会跟着痛。这就是因为筋膜是一个整体的系统。反过来说也一样，如果你的头颈筋膜紧绷了，它也会往下牵，扯到你的背部和腰部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在治疗病患的时候，我不会只处理疼痛的部位，我会从整个筋膜链的角度去思考，去找出真正的问题根源。所以如果你想要真正解决酸痛的问题，你不能只是按摩、敲打疼痛的地方，你必须要解锁整条筋膜链，从根源开始处理，这才是治本的方法。现在我要告诉各位，使用筋膜枪时最容易犯的3个致命错误。这些错误不只会让你的症状没有改善，甚至可能会危及你的生命安全。第一个错误，越痛越有效。很多人以为使用筋膜枪的时候，
一定要按到很痛才有效果。他们会刻意把震动强度调到最高，然后用力压在肌肉上，觉得这样才能真正放松。但是我要很严肃地告诉各位，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。当你用太大的力道去按压肌肉的时候，筋膜会产生微撕裂，虽然这个撕裂很小，肉眼看不到，但是它会造成组织发炎，而且会刺激你的肌肉产生保护性收缩，结果就是你的肌肉不但没有放松，反而变得更加紧绷。记住一句话，痛不是放松，是求救信号。如果你在使用筋膜枪的时候感到剧烈疼痛，那就代表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太过分了，请停止。第二个错误，定点停留。有些人就会把筋膜枪放在某一个酸痛点上，然后就一直停在那，地力震动，以为这样可以深层放松，但是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。当筋膜枪的振动力一直集中在同一个点上时，那各点的组织会承受持续的冲击力，这就好像你拿一把锤子一直敲同一个地方，最后那个地方一定会受伤，特别是如果你停留的位置刚好在肌腱、韧带，或者是靠近骨头的地方，那就更容易造成组织发炎，甚至是筋膜炎。正确的使用方式应该是要移动，让筋膜枪在肌肉上慢慢滑动，而不是定点停留。第三个错误，任何部位都可以按，这是最危险的错误，也是我今天最想要强调的重点。很多人以为筋膜枪可以在全身任何地方使用，哪里酸痛就按哪里，但事实上，我们的身体有几个部位是绝对不能用筋膜枪去碰的。第一个禁区，颈部前侧，也就是你的喉结两侧、下巴下方这个区域，这里有你的颈动脉、颈静脉，还有很多重要的神经。如果你用筋膜枪直接按压这个部位，可能会造成血管壁受损，形成血栓，导致中风。第二个禁区，膝盖后方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膝窝，这里有重要的血管和神经通过，而且组织比较脆弱。如果用筋膜枪去敲打这个部位，可能会造成血管或神经受损。第三个禁区，骨头突出的地方，比如说你的肩胛骨、脊椎骨、锁骨等等，这些地方没有肌肉保护，如果直接用筋膜枪去敲打，可能会造成骨膜发炎，甚至是骨头挫伤。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三个错误：你的健康不该由一把小枪来决定，筋膜枪只是一个工具，它可以辅助放松，但如果你用错了方法，它就会变成一个伤害你身体的武器。现在我要教各位一个完整的筋膜自我修复方法，这套方法不需要任何机器，不需要花钱，你只需要每天花10分钟的时间，就可以让你的筋膜恢复健康，恢复弹性。在开始动作之前，我要先跟各位分享4个基本原则，这4个原则是筋膜健康的基础。如果你能够做到这4点，那么你的筋膜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。第一个原则，水分。筋膜有70%是由水分组成的，如果你的身体缺水，筋膜就会变得前躁、僵硬，所以你每天要喝足够的水，至少要喝到你的体重乘以30毫升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的体重是60公斤，那么你每天至少要喝1800毫升的水。第二个原则，营养筋膜的健康需要足够的营养支持。
特别是钾离子。钾离子可以帮助肌肉放松，维持细胞的水分平衡。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钾的食物，像是香蕉、深绿色蔬菜、番薯、酪梨等等。第3个原则，温度。很多人喜欢喝冰啤酒、吃冰淇淋，觉得很凉快，但是冰冷的食物会让你的筋膜收缩，变得僵硬，所以我建议各位尽量避免冰冷的饮料和食物，多喝温热的茶、汤，让你的身体保持温暖。第4个原则，运动。每天至少要走路20分钟，走路可以启动你全身的筋膜系统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帮助筋膜修复。你不需要走得很快，也不需要走很远，只要保持轻松自然的步伐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开始10个筋膜解锁动作。这些动作的顺序是经过设计的，是按照筋膜链的顺序来进行。所以请你按照我说的顺序来做，每个动作都要做得很轻柔、很缓慢，不要用力，不要勉强。第1个动作，伸展手指和前臂，把你的右手往前伸直，手掌朝上，用左手轻轻地把右手的手指往下压。你会感觉到前臂有轻微的拉扯感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一边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你手部和前臂的筋膜。第2个动作，伸展手臂后侧，把你的右手举起来，手肘弯曲，让你的右手掌放在右肩的后面，然后用左手轻轻地压你的右手肘。你会感觉到右手臂后侧有拉扯感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一边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你的三头肌和肩膀筋膜。第3个动作，开胸运动，面对墙壁站立，把你的双手掌心贴在墙上，手臂伸直，然后身体慢慢往前倾，让你的胸口靠近墙壁。你会感觉到胸部和肩膀前侧有伸展的感觉，保持20秒。这个动作可以打开你的胸腔，放松胸部筋膜。第4个动作，肩膀旋转，双手自然下垂，然后慢慢的把肩膀往前转10圈，再往后转10圈，动作要慢，要轻柔，让肩膀自然的画圆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化肩关节周围的筋膜。第5个动作，颈部侧倾，坐直或站直，把你的右耳慢慢的往右肩的方向倾斜，让颈部左侧有轻微的拉扯感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一边。记住，动作一定要慢，不要用力搬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你的颈部侧面筋膜。第6个动作，猫式伸展，四肢驻地，就像猫一样，然后慢慢的把背部往上拱起，让你的肚子往内缩，头往下看，保持10秒，然后再慢慢的把背部往下凹，让你的肚子往下沉，头往上看，重复5次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化你整条脊椎的筋膜。第7个动作，侧腰伸展站立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右手叉腰，左手往上举，然后身体慢慢的往右侧弯，让你的左侧腰有伸展的感觉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一边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你的侧腰筋膜。第8个动作，弓箭步，右脚往前跨1大步，左脚在后面伸直，双手叉腰，身体保持直立，然后慢慢的把重心往下压。你会感觉到左腿前侧和髋部有伸展的感觉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一边。
这个动作可以放松你的髋部和大腿筋膜。第9个动作，坐姿前弯，坐在地上，双腿伸直并拢，然后慢慢的把上半身往前弯，让你的手去碰你的脚趾，不要勉强，弯到你觉得舒服的程度就好，保持20秒。这个动作可以伸展你整条背部的筋膜链。第10个动作，靠墙伸展小腿，面对墙壁站立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双手扶墙，然后把左脚跟用力踩地，让左小腿后侧有伸展的感觉，保持15秒，然后换另一边。这个动作可以放松你的小腿筋膜，预防足底筋膜炎。这10个动作，每天只需要花你10分钟的时间，记住，不要用力，不要勉强，轻轻松松，慢慢的做就好。你会发现，当你坚持做这些动作1个礼拜之后，你的身体会开始变得不一样，会变得更轻松、更柔软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想跟各位说，你的身体不是在跟你作对，它只是在用它的方式告诉你，它需要被照顾、被理解。当你感到酸痛、不舒服的时候，那不是你的身体太脆弱，而是它在向你求救。我希望透过今天这支影片，各位能够学到几件事情。第一，筋膜是什么？为什么它这么重要？第二，使用筋膜枪的时候，有哪些绝对不能碰的危险部位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你不需要依赖任何机器，你可以用最自然、最温和的方式，让你的筋膜恢复健康。如果你也想要拥有健康的筋膜，如果你也想要摆脱长期的酸痛困扰，请在留言区写下"我要筋膜健康"，我会看到每一则留言，我也会尽量回复大家的问题。另外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把它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特别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长辈，或者是经常肩膀酸痛、脖子不舒服的人，因为这些知识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，甚至可能会救他们一命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每天10分钟，你会发现，你的身体也开始对你微笑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再见。